大家好，我是虞美人，我是蔡尚宪，我是许志豪。想听更多好歌吗？想看更多影片吗？赶快追踪红人榜的脸书、IG 还有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为什么他们认为我们这样讲，人家就会定？因为你有号召力啊，有号召力，我们有号召力哈，我不这么认为，不然你证明给我看。赶快证明，证明一下啦，订阅起来啊，赶快订啦！红人榜主题挑战赛，今天的主题是我的调色盘，因为每一首歌曲都代表一种情绪，嘛代表着一种色水。我喜欢紫色，它前面有一点忧郁，有点蓝色，又带点红色的热情，然后蓝色加红色就变成对对对。喜欢的是金色。我的梦想就是在很大的舞台上帮助很多人，就用歌声闪闪发光，这就是我的目标。找了一个灰色，跟我的心情跟心境比较有相关联。私底下的时候，我其实好像是比较沉闷的。我管哪些啊，永远到海边啊，就海映下，目睭闭紧就看海，拢是那些，所以哦，两家无看海艰苦。你们的调色盘又是什么歌呢？欢迎收看《超级红人榜》，我是虞美人，我是蔡尚宪，我是许志豪。真的很精彩啦！你知道吗？我去吃日本料理，那个老板就一直在问李贝啊，最近啥款？安尼哦，哎呀，在问李贝啊，李贝啊，今摆跟比做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我白甲伊讲，我讲吼李贝啊，今摆空啊聊吼，偌有名咧，连去进香哦，人都要改困钢筋哦，个查某的哦，吼，喂，这你也讲出来开始我唔对啦，因为我在客人家嘛讲，林伯啊，唱得袂歹哦，对啊，真正拢无你问阮呐。看咱的节目就是安尼啦，不管讲来参与比赛的人啊，还是讲观众，目前拢 colorful， 对 colorful， 所以讲哦，今天里要给他们主题，给他们挑战一下。什么样的挑战？今天的主题是我的调色盘，因为每一首歌曲都代表一种情绪，嘛代表着一种色水，所以这一次就请选手他们选他们自己喜欢的颜色，但那个颜色可能就代表某一首歌曲，透过歌曲来听他们的心声。如果是我的代表色，我选红色。哦，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呢，我生是红人榜的人，死是红人榜的鬼。红人榜是我第一个主持节目的家，所以我选的歌就是《甘霞东里家》。哇，哦，就好美呢。哦，原来今天的主题叫砍拖啊，看多了。我联想，你也在吧？你也在吧？你什么颜色？如果是我，因为我住在东北角海边，对，我是 Q。都在海边嘛，被大海给滋养长大的，所以我选蓝色，所以我会选尾营的参球安呢。尾营。所以呢，以上的示范给我们今天所有的参赛者呢做个参考，期待你们今天带来的歌曲。后比赛进前，咱先来欢迎评审团，头一位是陈建伟老师、许常德老师、詹雅文老师、荒山亮老师。刷来是偶像组卫冕者邝泽东、宋家珍，以及青春组的洪奇峰、蔡丰正。好，马上邀请我们的大来宾。大来宾是我们的好朋友，曾经也在这边呢，给他最爱的另一半呢求婚。哇哦，大家对他印象深刻。今天带着他的第5张专辑回来到红人榜，掌声来欢迎九吉哥彭震来了。这个九吉哥彭震，来，大家好。美人姐，志豪哥，来，长轩哥好。哇，谢谢，多谢。哎呀，你好。新专辑耶！哎呦，对，九级龙卷风。所以你叫九吉哥，就是因为你唱这首歌哦。不是，最主要的是因为我本来英文名字叫阿鹏，彭震，阿鹏，对，阿鹏。但是温某郭挺明的光，这个阿鹏不太好记啊。对，因为每个人都有英文名字嘛。对，他就说你的英文名字直接叫九吉哥好了。George 啊，对，所以就几个 Mary 了。对，所以以后如果说有人跟你讲拜拜的时候，就直接讲George，拜。我刚才还没有反应过来。
阿鹏讲再见也很好讲啊，澎湃。对啊，澎湃买赛啊，对啊，澎湃一定要就举掰呢，澎湃，澎湃，谐音梗。第5张专辑了，第5张了。温刀有几架歪吹鸡。我在想讲，这张专辑是我的专辑，可是为什么这首歌是帮郭庭云量身定做的？为什么？啊，对，这首歌是在写郭庭云的。啊，你们结婚几年了？结婚大概快6年了。哇，对，不错啊。超过4年都是靠意志力在维持啊！对，我今天一来啊，阿德老师就跟我讲说：“你们离婚了没？”好棒的祝福哦，谢谢哈，谢谢阿德老师。对，你要把它当成祝福啊！对，因为通常他说离婚应该都会过得还不错了。是。那你今天要唱什么呢？唱主打歌《九级龙卷风》。OK， 高级林根风。好，咱今把慎重的介绍，咱的彭正哈，英文本来叫阿鹏哈，今把叫旧曲歌，旧曲歌，九级龙卷风，掌声欢迎！谢谢。茫茫的情海中，甲你来相逢，你的形影不时刻在脑海中，你的红颜亲像温暖的太阳，温柔我的心，情路不再风动。为你痴，为你讲，我变成高级的灵光雨，有时按捺不住，随时会失控。甘愿予安暖来驶路，甘愿听破爱你的真相，因为你就是我梦中完美的女王。为你痴，为你讲，我变成高级的灵光雨，有时按捺不住，随时会失控。甘愿予安暖来驶路，甘愿听破爱你的真相，因为你就是我梦中完美的女王。因为你就是我梦中完美的女王。偶像族高手来袭，一鸣惊人。非常欣赏你的音色，我觉得你很棒。宋家珍改变风格，自我挑战。今天这首歌我用了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诠释，就是我完全没有在红人榜的舞台上尝试过的，然后觉得很新颖，很期待。东东稳扎稳打，固守宝座。今天要唱许富凯老师的《管心》，准备的七七八八的，是剩下的就是交给当下的状态。高手过招，谁能获胜？偶像组的卡位赛，有请卫冕者东东邝泽东，宝座候选人宋家珍。欢迎2位。来，有请东东、家珍姐。大家好，我是来自板桥的家珍。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邝泽东。家珍姐喜欢什么颜色？我喜欢紫色。紫色。紫色基线。嘿，对。因为我喜欢的篮球队
湖人队它的代表色是紫色啊。哦，是这样哦。对，黄色跟紫色都算是代表色。所以因为是跟他喜欢的球队有关系。对啊，了解。我有很多东西都是紫色的。是。可是紫色可以让你选到什么样的歌，还可以表达你的心情的呢？今天带来的是李茂山老师的《鸡有孤单陪伴我》。鸡有孤单，鸡啦，谐音啦，谐音梗啦。鸡有孤单。游戏规则可以谐音梗。我觉得他很聪明啊。不是啦。不是吗？为什么这首歌让你联想到紫色？因为它前面有一点忧郁，有点蓝色，然后后面又很热情，带点红色的热情，然后蓝色加红色就变成对，因为那个蓝色要加一点红色，对不对哈？它是真的有用到调色盘哦，对，因为它把蓝色跟红色调出了一个紫色。好，东不要有压力。哇，那个第一个就把回答高度建立在这里，建立起来了。所以我说他不要有压力。放心啦，你穿这衫鸟漆啊色的，鸟漆啊色的灰色。哎，你介意什么色？我喜欢的是金色。金色，哎呦，因为我从小对那些闪闪发亮的东西很有兴趣，就会忍不住多看几眼。然后金色是所有颜色里面最亮的颜色。对。哦，原来你是土豪哦。金色，那你选择的歌是什么？这首歌叫《管心》，就是我的梦想，就是在很大的舞台上帮助很多人，就用歌声。对。然后那些现在已经就是在很多舞台唱歌的人，就是很大，然后他们在上面都是闪闪发光的。然后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目标。然后如果没有达到的话，至少就是有看过，然后听过我的听众、观众朋友，我有给他们正面的影响就好了。决心要把自己变做金嘛，安尼就对了哈。哦，对哦，是这样的意思嘛，对不对？对。好 ，OK， 好。不错，很清楚哎。那你的刺客有没有跟他讲要讲颜色？有哈，有。这位注意喽，他年纪轻轻就非常会唱，而且他才15岁的时候就拿过全县冠军的殊荣。掌声的欢迎阿婷陈玉婷来挑战。阿婷的肤色真健康哦。大家好，我是来自苗栗的陈玉婷。这是晒黑的吗？对，打篮球晒黑的。打篮球？对。那你喜欢哪一个球队？勇士。勇士已经下课了。对呀。对他们没有进季后赛，2队都没有，湖人也没有。没事。OK， 好，你喜欢什么颜色？我喜欢橘色，因为橘色带给人这种很温暖的感觉，跟我的肤色一样。是个暖色系啊，所以你是怎样要做一个暖男吗？对。怎样叫暖男？就是会帮女朋友，怎么讲？就是可以帮女朋友做东做西。做牛做马，没有人要只有说做东做西哦。OK， 好，那所以你的橘色要带来什么歌曲呢？我要带来施文彬老师的《真情味》。有什么告诉？因为橘色会让我想到阿公，因为阿公家的后山有种橘子。然后阿公也很贴心，他就是我印象中的暖男。还会剥橘子给我吃。阿公的对境干嘛？太平哦。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他们3位带来的歌曲，好不好？好，来，掌声欢迎。
情味。世间的起起落落上无味，酸甘甜苦涩的滋味。来来去去真难离，无聊时心头若伤悲。世间的滚滚弯弯放袂离，只要是有情搁有义，目屎吞落去，就会了解情味。目屎吞落去，就会了解情味。非常欣赏你的音色，我觉得你很棒。我觉得你的声音非常温暖，很圆润，很好的音色。陈玉婷实力惊人，目标宝座。挑战者的歌声，我觉得是唱歌很沉稳，然后很真诚的一个歌手。我跟东东都觉得他还蛮厉害的。家珍、东东压力山大，表现失常。人是拘束的，声音是慵懒的，然后又有一点点跳不开之前前辈的这个影子。我觉得这首歌的表现有一点不太聪明。有一些起伏做更大一些，我会觉得让你的表演更精彩一些。小失误的家珍、东东，宝座会拱手让人吗？虽然离开，你这阵的无滋味，袂当搁再有春天。为什么有问题不愿讲出嘴？我心内拢无准备，我头望换做你去。有啥人会当亲？谢谢宋家珍。接下来卫冕者邝泽东带来的歌曲是《挂心》。离开故乡几路冬，我知未来不是梦，不管歌两杯。予人看笑亏，不管理想存偌多，认真打拼的决心，成功的证明。莫问偌多人讲永仔话，不管家己路歹过。有梦我就有勇气，我知甘苦是暂时。委屈吞落去，当作无代志，不惊一切拢失去。就
算失败嘛袂当失意搁失志，爱相信家己，用心面对，总有出头的日子。我对天讲一句话，永远袂后悔。这是我人生等待的机会，一定爱坚持到底。我对心讲一句话，永远袂后悔。若是雨地男，风地吹，我心两里看上世。我对天讲一句话，永远袂后悔。这是我人生等待的机会，一定爱坚持到底。我对心讲一句话，永远袂后悔。若是雨地男，风地吹，我心两里看上世。谢谢东东邝泽东。好，马上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玉婷，老师好。我很欣赏你，是因为呢，你真的很橘色。你的声吼，一唱出来是迄个温暖哦，真正有感啊，迄个气味。然后声的变化应该是你变声才对，但是你确实有法度将这首歌。真侪所在，有法度唱到足圆润呢，圆润，没有次音，没有任何的说低不下去，或是高不上去，或是高的很卡喉都没有，完全你的声是足水的，所以我非常欣赏你的音色，然后你唱歌的态度，迄个感动人的直接，我感觉这是少年人的开口的真情味。然后呢，完全都没有了施文彬老师的那个味道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诠释了一首新的歌曲，我觉得你很棒。谢谢老师。东东，老师好。这首歌最适合你唱的，嘛最适合今年的主题，金色色，金色色的决心，迄个决心是为心肝放出来的光，你规身躯的光，你态度的光。那个光亮就是谁都挡不住，这就是我的金色的光，所以我觉得这首歌选得非常好，而且我也觉得你唱得很好。谢谢。好，马上请建伟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玉婷老师好。嗨，我也很喜欢你的声音，我觉得你的声音非常温暖，然后像刚刚老师说的，音呢很圆润，是一个适合唱这种清新温暖歌曲的一个很好的音色。我觉得让我有一点点想到韦礼安的那个气质。韦礼安唱台语歌，其实这样的清新感其实蛮好的。那前面进来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气声偏多，我以为是你的共鸣可能嘻嘻啊，没有气息这样。但后面你有抓到那个亮的共鸣点有拉出来，所以我可以听得出来你在抓这个层次，所以可以知道，虽然你就15岁，但你在音乐性上面是有你的想法的。这一点我觉得也很棒，谢谢老师。然后虽然音乐性很好，不过你今天的表演让我觉得少了一点戏剧性，因为这个角色比较遗憾、比较悔恨一点，在歌词上面的感觉都是这样，所以没有这个经验。对，所以这一个部分，这也是一个歌者要可能学习跟要进步的一个地方，因为歌曲是要感动人心嘛，所以你可以从电影啊，从别的歌者啊去学习他是怎么诠释，他为什么要那么用力，他为什么要带一点哭腔，他为什么咬字要咬那么重，会不会是因为他的情绪上面有这样的表达需要？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是你可以学习的地方，但本质上的这个温暖的这个清新的这个成分，我觉得在选歌上，你其实有某一些歌曲已经可以诠释得非常好了。希望你可以更进步。谢谢老师。然后家珍老师好。
有一点点担心你，因为我觉得也是选歌的问题，因为你的音色一直以来我都觉得非常棒，除了之前有过感冒觉得卡卡鼻子以外，你正常发挥都是刚才在啉水啊呢，4两拨千斤就可以顶高音这样。可是今天我觉得这首歌的选歌有一点点跳不出前辈的影子，因为以前的前辈唱这首歌，我觉得已经发挥到淋漓尽致了。那你其实有你的特色，你的特色就是声音很清亮。那如果你要演很随性的样子，那你今天的服装跟你的态度都要很随性，才会贴合你的这个咬字。比如说你在纽约的街上唱 New York New York， 或者是唱木村拓哉的 Gatsby， I can give you anything， 就是这么松，然后这样子扭，我觉得就可以把今天的语气带进去。但是今天就人是拘束的，声音是慵懒的，然后又有一点点跳不开之前前辈的这个影子。我觉得这首歌的表现有一点不太聪明，这个你可以回去思考一下。谢谢老师。好，马上请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家珍呢？老师好。好，这首歌就是因为它节奏上是比较 shuffle。我在观察，其实能够把 shuffle 唱得好的歌手，其实在台湾比较少。然后其实你是有抓到那个东西，就是说你在节奏上其实你是有掌握那个 shuffle 的精神，然后你选择的唱法也是比较慵懒一些，然后用弹性一点的唱法。其实没有什么不好，我觉得基本架构是对的，基本上的音乐上精神是好的。好，那只是说你要怎么样让自己的表演更加精彩的话，因为它这个副歌有 repeat 的部分，我觉得你就是可以再往更多表演的部分去发挥，就是不要拘泥在之前前辈所唱的方式，因为你既然你已经从音乐上出发的话，你应该在音乐上展现更多你的想法跟 idea。那也许在下次表演的时候，你可以再选择再有一些起伏，做更大一些的变化，或是说唱腔做一些特别的安排，我会觉得让你的表演会能够更精彩一些，好不好？好，谢谢老师。东东，老师好。哇，你今天这首歌很有大将之风哦，然后你今天的选择的唱法我也很喜欢，让你的整首歌的那个音色啊，整个都很扎实，然后就是很拳到肉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你就是你的能力已经越来越好，就是你除了有各种各样的气音的唱法、混声的唱法，你今天选的这个唱法也是很恰当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也给你不错的分数。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依婷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阿婷，年纪轻轻只有15岁的陈玉婷，今天的竞技成绩来到23.8分，青美败分数呢？有没有可能名次产生变化呢？评审请下分数。宋家珍，起舞高端不会狂妄的成绩来到哇，23.9分，惊险。记得吗？来看看我们现在的卫冕者邝泽东哦，今天第部台电金光闪闪发光的邝泽东可以得到几分？评审请下分数。东东加油！来哟，东东，决心要徛在舞台顶，影响真侪人的24.3分。哇，那我们对依婷寄予厚望，是，对不对？好不好？哈，你要再来哦，好不好？哈，谢谢阿婷，谢谢。好，恭喜两位，登上我们的红人榜宝座，恭喜！恭喜东东、邝泽东顺利闯进了第4关，也恭喜嘉珍姐，非常的惊险，但是没关系，继续加油，保有候选人的资格。老师今天说我唱歌很温暖，我觉得很开心，我的心意有表达出去，然后今天这首歌也希望阿公能够听到。老师一直跟我讲说今天很危险，我就心里就我一直不敢张开眼睛看我的分数，我就是心里想说唰赛，然后就想说我是什么分数，然后张开眼睛幸好，但是在公布分数之前，我真的觉得我今年会离开红人榜的舞台。被老师说就是有进步，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好事，因为很常遇到瓶颈，所以有进步，然后证明是我的
努力是有成绩的。来哦，青春组的卡位赛，有请我们的卫冕者李贝蔡丰正，宝座候选人洪启峰。哎呦，李贝首次卫冕就面临师生危机。天哪，好啦，惊迄个声，我就最近较无声，惊无声所以紧张。当然啦，那无我就袂紧张啦。洪启峰把握机会，奋力一搏。今天准备的这个歌曲呢，应该是算比较符合我心情的歌曲，所以我觉得在比赛的过程，我觉得算是把握度蛮高的啦。自从你来比赛以来，今日这首歌是我听过我上满意的。谢谢老师。洪启峰绝佳表现，李贝能守住宝座吗？有请我们的卫冕者李贝蔡丰正，宝座候选人洪启峰。哎呦，这边有新鲜的卫冕者。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的洪启峰。大家好，我新北市康雅的蔡宏正。先问一下峰，你喜欢什么颜色？其实我今天选的颜色跟我喜欢的颜色其实不太一样，但是因为我今天的调色盘的颜色，我觉得找了一个灰色。来跟我的心情跟心境比较有相关联，对，因为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就是觉得，平常时之前我录过那个上次唱跳嘛，然后感觉好像很活泼啊，带给大家很快乐的样子。你自己的频道可能也是经营比较活泼有趣的。对。那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模式会切换，例如说我现在在舞台上就会有一个好像在工作啊表演的样子出来，但是如果我私底下的时候，我其实好像是比较沉闷的。然后会比较，很多事情可能是会觉得说，心事可能放在心上的人，会比较偏忧郁。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灰色感觉跟我的心境比较有相关，比较忧郁的感觉。带来的歌曲是什么？我今天带来这首是许富凯老师的这个《我不是你想的遐尼快乐》。哇，非常直接哦，很符合哎。对，尤其他最近真的坦白讲，因为我本身是他的粉丝，我有追他的账号，他最近的运势真的是很背。怎么了？就是开车出去，然后自己太急了，然后就撞到桥，可能旁边那个石墩，然后自己就破链了。然后刚好昨天彩排的时候，我被卡车蹬起的时阵，欧多拜就直接熄灯，没灯啊。然后就还好，就是没有离家太远，还可以修理这样子。对，很多时候你这么近的距离看，你都会觉得是灾难。但是你一定要把自己那个拉远一点看，那都是祝福啊！还有比破链更幸福的事情吗？刚才破链呢？对哦，你不是破相呢？对，一定要转念。我这个概念其实是从一个饭店的老板跟我讲的，因为他饭店经常有客人会有一些有的没有的要求啊，比如他的那个饭店是一个庭院饭店啊，就是有森林的，然后有一棵树上，他就讲说我是树，请不要撞我。我说你是神经病啊，在这树上钉这个这样子的。他说因为有个客人就骑脚踏车嘛，然后去撞那个树，然后说叫他赔。为什么那里可以有一棵树？哎呦，然后但是他说也有一些客人是这样，有一个阿嬷在浴室跌倒，然后想说那怎么办呢？想说不要紧，我记得过去啊。我在纠缠这件事情不放，我就是让自己的这个厄运继续下去，这样对。你把所有的地雷都踩破了呢，对不对？就一路踩过去就康庄大道了。贵温啊，贵温啊，好不好？好，希望你今天唱完这个灰色会变亮，好不好？好，好，谢谢。李贝啊。有，今日这题目会，互你足为难无？困了无？应该袂吧？袂吧？你看伊什么色？我管蓝色啊，因为阮兜海边啊，阮安尼目睭八金就看到海啊。40年前阮咧风台来，规阵拢伫咧听遐伫遐休困，迄水拍入来到阮内面底。外口有铁门嘛，佫有迄篱门啊。毋过嘛是走入来。入来啊！我民国76年我去掠迄小鬼啊。暗时啊是掠小鬼啊，日时啊拢看到大海，一摆出去15天20天啊，拢是蓝色的，所以2天无看到海艰苦。我讲一个师傅，我来遐大汉是名免讲出来，就是阮大伯的囝对啦，就是伊的新妇啦，伊是迄个台南带来，伊有一天伊咧嫁来20几年啊，伊甲讲阿姐啊。
我感觉哦，无看海艰苦。你看蓝色看偌厉害，蓝色看就会调着。你看全世界拢是啊，迄落高楼大厦，面对大海，房价拢较悬。阮也无算啦，阮咧小房子。了解了解。啊，你要唱什么歌？跟你的蓝色的大海配合？打啥？我想看卖哦。刚刚是陈奕龙的歌对陈奕龙迄落行尊人的愿望。尊人的愿望。有时阵讲哟，掠鱼啊，对这海较有迄落情感呐，嘿。这人是网络人甲点的，我嘛唔知影这条歌，结果会使唱。听过卖。哇，他现在已经接受网络点歌，观众点歌哇，李贝啊哈，真正变做大家的李贝啊，他的颜色都讲得很好哈。是。人的留言我不甲伊看，因为我无法度完全看，遐尼济无在看。留言就济来，你听有无？在意思我啦，在啦，人气旺啦。好啦，你的刺客嘞啦，刺客这么危险的啦。因为比赛拢前5名啦，伊袂就袂球队的讲，今天一定要站上宝座啦！掌声来欢迎小熊周义雄来挑战。这么可爱的小明，大家好，我来自高雄的周义雄，维尼熊，小熊。啊，你的色是什么色？黄色。果然跟他的衣服颜色一样。今天还有配搭，很用心。我今天是。黄色代表思念，思念我最爱的阿布。应该是可以讲说，在妈妈的最后的时间里面，她是最没有遗憾的，因为你真的是全心全意的照顾，对不对？对，我从头到尾，照顾她，看到她三口气没有了，那个时候真的是痛到不行。歹势问者，你照顾妈妈几档？5档。你照顾到家己嘛破病啊？猛暴性肝炎，肝指数飙升到2000多。哇，正常是40，它飙升到2000多。因为你无人给你提对不？拢你家己。就是那个高雄，屏东来回，这样跑，跑，然后不知不觉就是这样子。因为太累。累到真的很累，照顾病人真的很累，但是不照顾不行。因为她是我妈妈。是，那我可不可以冒昧问一下，你都要特别讲3口气，那是什么意思？那个氧气把它用掉的时候，这样3口气，一个人就没有了。我站在那边就是说，你安尼数3气，人就无去啊，数3气啊都无啊，都无去啊。因为你把氧气拔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自主呼吸了。他没有了。我特别觉得应该要讲的，就是说照护者的照护，基本上就嘴狼，因为为什么会有那种喘息的那种居家照护，就是安尼规工哦，因嘛爱红照狗叫狗，你知道不？哎呀，所以是照顾者的照护，其实上是我们在整个未来的长照里面应该要特别注意的一个事情。那样，所以你今天要带来什么歌曲？雅文老师的《思念就不会回来》。妈妈走到现在多久了？今年8年了。8年了，8年了。哇，那为什么会特别想要来参加我们的比赛？妈妈很喜欢听我唱歌，然后妈妈有跟我讲说，你家己有那个愿望，你家己去实现，好啊，不要说才那个失去这个自己的愿望，所以说我才来报名说，超级红人榜，唱这首歌给妈妈听，好，我们欢迎3位。不知会当搁陪伴你偌久日子，你讲一切犹在天，天有注意。咱的世界遐尼出离，莫离开，敢袂用你走小路。不免离遐远的天边，思
念就袂回来，咱的梦，咱的过去，无月光的暗暝，要怎找你？思念就袂回来，我最爱的你，若想你电话要敲倒位，思念就袂回来，咱的梦，咱的过去，无月光的暗暝，要怎找你？思念就袂回来，我最爱的你，若想你电话要敲倒位。谢谢周奕雄。接下来洪启峰带来的歌曲是《我不是你想的遐尼快乐》。小小歌王舞蹈才艺盖精彩。你今天要当我们的老师哦，你要教我们什么？教什么？跳香蕉舞。香蕉舞是什么？我准备一个道具。有道具？哇，是不是香蕉？评审请下音乐。你有学舞？古典舞和街舞。你跳一段让我们认识一下。好啊。哦，哇哦，哎呦，哇，超能 Q 的。熊郭追的小小歌王千万别错过。冷暖的心事，一直暗藏在心内。爱你的心情，你敢会听看卖？因为真重要，所以讲三摆。希望你感受，希望你体会，希望你了解。我不是你想的遐尼快乐，想来真歹势，煞来予你失望。当初咱的梦，讲过的约束，会当为你做的，我一定会尽量。是你想的遐尼快乐，我嘛真感谢，感谢你的祝福。虽然世间事难免有错解的受伤，有你的鼓励，我就充满力量。我不是你想的，我不是你想的遐尼快乐，我嘛真打拼，一定不敢失约。无论这条路有偌多寂寞，会当有你爱过。就是我的幸福，我不是你想的
精彩不敢丢。希望你继续，搁再予我力量。希望你的爱，搁再予我力量。谢谢洪奇峰。接下来蔡丰正带来的歌曲是《惊准人的愿望》。海风起凉，波浪袂停。行船人背伊声，秋海应声，知影阮心情提起阮勇敢向前行。回头看家庭，茫茫无踪影，忧愁心情阮甲袂清。漂流的行船人，无要求公平，只希望平静过一生。看家庭，茫茫无踪影，忧愁心情阮甲袂清。漂流的行船人，无要求公平，只希望平静过一谢谢蔡丰正。好，马上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来，周义雄哈，老师好。你也唔敢唱出到思念就袂回来，我觉得太贴切了。所以我唔知影思念是什么色，但是在你的心内思念是黄色的，我就觉得真的就是那个感觉就会被你牵着走。你唱歌无任何的技巧，你无真好的这个基本功夫，但是你有一粒真好的直接的心，你就是敢若直接，我无骗人，我真直接的讲出我家己对阮妈妈的感情，我敢若用上直接的唱法来唱给恁听，讲我思念我的妈妈。我觉得这一点你今天就很成功了。谢谢老师。那洪奇峰老师好。唱歌你已经几啊届拢歌词会袂记哩，所以呢，我今日也是盯着歌词。但是呢，盯着歌词的当下，我想想呢，自从你来比赛以来，今日这首歌是我听过我上满意的。谢谢老师。因为伊内底真真正正有你所讲的那个灰色，你将迄个暗色暗藏伫心内，伊无一定是乌的，在伊还未变乌之前，你阁用其他的色彩去甲你，你予别人看无你有灰的一面。我觉得这个就是唱歌当中每一首歌的色彩无同，你咧展现你的舞台。所以你今日将这个灰色，我觉得唱得非常好，我觉得唱得很成功。谢谢老师，我很喜欢。好，马上邀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义雄，
老师好。啊，我相信哦，你在唱其他的歌哦，一定有技巧。啊，是这一首歌你不需要用技巧，因为你每一个字啊都是你一步一步踏出来的哦。你不是去看了一篇文章，有跟了情境，你去投入哦。你这边是每一个字都是你深刻体会出来的哦。啊，是啊，所以每个字都包括你后面哦，最后一字唱苏联六北登来，就是有点拖拍，对不对？是，不知道为什么，也是觉得那个拖拍拖得很有感觉。啊，就是真的是这一次真的六倍登来就这种感觉，啊，就很，所以唱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有那个经历，啊，这个经历就是你练歌练很多次也是经历，你亲身经历也是经历，经历太重要了，啊，今天这个表现得很好，谢谢老师。风筝，我觉得这首歌哦，你一开始就有给我一个很明确的画面，你记不记得前面唱海洋奇恋？你知道你那个4个字一唱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人站在那个船上面哦，已经可能10几天了，风雨越来越大了。就是你那个时候就唱出来，冲出来那个画面，就让我看到一个完整的感觉。啊，所以你当给我看到这样完整的画面的时候，你里面的每个字哦，比如说可能有一些破音或者是很辛苦的音，那些声音的时候。反而给我一种在风雨中的一种很生动的感觉，啊，所以人生历练很重要。演唱者能抓到一个清楚的主题、清楚的角色，你才会知道这角色要做哪些事情呢？你不能只是去抓一个情境贴很近而已呢。你没有亲身经历在那些歌的故事里面，你等于都在我们这几个专业的歌的评审里面。就会出问题，好，要加油。谢谢老师，谢谢。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建伟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启峰老师好。哇，我很喜欢你音色诶，今天尤其是前半段 R&B 的地方，我觉得很适合在你的音色下面呈现，非常好听，很舒服。然后尤其是你唱那个“当伟力走”哎，这一句我最喜欢，因为它很像那个 “Just the way you are” 的第一句。亮哥老师，这 Just the way you are 前面第一句怎么唱啊 ？Don't go changing, don't go changing， 然后当为你做的哦，好听，有这个西洋歌的味道。然后后半段因为 backing 比较满了，用同样苦情的做法不太适合这个编制。如果后面还是 R&B 的味道，我觉得就可以这样延续下去。但后面鼓进来了，比较热闹了，我觉得那个情绪跟那个角度可以切换一下，不用这么悲。然后最后结尾我也觉得蛮让我印象深刻的，因为后面唱好像小哥在唱歌，我不晓得你有这样的音色哎，我之前印象中很柔很细很柔很舒服，你可以再唱一次吗？最后。希望你的爱，搁再予我掠着，对不对？我想，怎么会有这个既视感出现？好，也是你的一个武器。所以我觉得你其实武器蛮多的，如果你综合使用一些组合拳的话，应该后面可以蛮多不同的表现可以期待。谢谢老师。好，然后李贝啊，老师你好，你立马起后就是看你的表演都是从你讲话开始的，先讲话就开始进入你的故事当中，然后你站上去哈，我其实不太会担心你唱了后啊不后呢，因为你站在上面的感觉很像。你很日式哦，你整个人的表演跟你的唱啊，跟你的动作都很日式，很像我们在看那个日本的红白的那种，很老很前辈的那种演歌歌手在唱歌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看着就是很舒服，心旷神怡，尤其你都在唱海哦，是讲海这种歌到底有几条通唱啊？就是刚讲海的歌唱不了呢。唔知呢，所以说，所以你的人设有够好的，你让唱片所有蓝色甲迄个忧郁甲海的歌哦，拢表演甲真好。今天看你表演真享受，谢谢。谢谢老师。哇，忍不住要敲碗说，建伟老师跟黄善良老师哪一天可以合唱？哦，好期待哦！合唱过啊，华裔来恰恰。哦，对啦，对。可是你们俩刚刚这样唱个2句英文歌，哦，我的妈呀！哇哦！够有第二对歌无啊？
可能来欢喜来论吧之类的。希望有会的机会，欢喜来看我，欢喜来记录吧，好，好，我们请看一下义雄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这个礼拜的刺客送给妈妈的歌曲，周义雄的成绩来到了23.7分，不错，谢谢老师。目前是宝座候选人齐峰，今天让老师呢带来一点惊喜，有没有可能让他坐上宝座呢？评审请下分数。加油加油！洪齐峰和光喜力新闻快乐来到了我的天堂，24.1分。哎呦，天丢七片，阿伯。哎呦，阿伯老公，唱歌欢喜啦，对，咱欢喜唱歌。海上的男儿，咱的李贝啊蔡丰盛，会当得到几分？评审请下分数。加油，李贝啊，加油！李贝啊，加油！来，加油，李贝啊，得到的分数是24分。哎呀，可惜，还是高分啊，加冠分啊，还是高分。我们还是要谢谢义雄，好不好？好，谢谢你，谢谢。哇，还是恭喜两位，登上我们的红人榜宝座，容易哦。永义，我们的洪启峰哇，首次坐上红人榜宝座，把永义的李贝，赶快持续保有候选人的资格。阿布，我做到了，我来红人榜这边完成自己的愿望。谢谢你，也谢谢你支持我，我会继续加油的。那后无啥观音拢起袂起哩啊！啊，伊伫讲啊，讲3、4句，我讲话就爱出来啦，唱歌无法度啦，唱袂起啊。来遮唱歌真平静，只要我来徛在边啊，有当我唱，就真满意啊。大家也知道，前阵子就忘词嘛，所以那个歌词，你知道，每次录影彩排，每一个工作人员跟主持人看到我就说，待会记得歌词不要忘记哦。然后那个压力就来了，所以我这次回去就一直在练习这个歌词。我觉得很满意啦，就是今天这个表现，我自己很满意，然后再拿到这个分数，我觉得很不错了。这样，来小小歌王擂台赛底下，我们现在还在强力募集爱唱歌的小朋友，所以赶快尽量来报名。另外，我们农民擂台赛也在强力募集哦。是，这跟我清楚，农林渔牧。对啊，是咱简称尔，所以不管你是饲鱼仔，还是接牛奶，还是种水果，全部拢会使来报名。对，尽量来报名哦。好，我们现在就来欢迎我们的擂台组阿嘎真有家。阿嘎来哟！大家好，我是秀水优佳。你今天要当我们的老师哦。你要教我们什么？教什么？跳香蕉舞。香蕉舞？那是什么？那是什么？有这种东西会不会很难？不会。不会哦。好，那你教我们啊。我准备一个道具。有道具在哪里？你示范给我们看，这个是什么道具？还有道具哇，是不是香蕉？你起码洗一根香蕉，好可爱，我帮你连起来。好 ，OK， 你要穿这个啊，带我们跳香蕉舞哦。好啊，怎么跳？我们跟着你一起，可以吗？可以。好，还好。来，我以为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带一个香蕉。我要解说动作。你要先解说，好，你先解说，我帮你拿吗？右手放上面，左手放后面。右手放上面，左手放后面。这个是第一个。第一个。banana 是第二个。还有不 ？banana 最后要跳3次。跳3次 ，banana 要跳3次。好，好 ，OK。还有动作吗？没有了。好，来，好，你要 Q 下音乐。评审请下音乐。小小歌王第4周，一动一静激烈对决，动感少女劲歌热舞，活力四射。你的舞蹈真的没话讲，真的好棒哦！然后歌声都不会喘，我觉得你很棒，真的很棒。萌娃阿嘎深情演唱。我就
觉得哇，你小小年纪就有这种演歌中剧的那个感觉，很有那个戏剧天分。挑战者有备而来，擂台主敢要换人坐。评审请下音乐。跟在他后面啊！谢谢，结束了啊！啊，掌声给我们鼓励一下啊！啊，你没有谢谢评审帮你下音乐，谢谢评审老师。通常下音乐是那一个部门的啦，是阿猫老师。谢谢阿美老师。OK，不客气。那你香蕉拿下来吗？要拿下来吗？好，可以，好，谢谢，谢谢。哦，他还吼一声哎，因为那个有点紧，对不对？哈，OK。哎，你今天要唱什么歌？黄以玲的《无字的金批》。无字的金批。OK，哇，讲得好标准哦，感情的歌嘞，无字的金批。以前也唔捌字呢，唔过拢要唱呢，很厉害，厉害哈。你知道无字的金批是哪一个老师写的吗？前面4个其中一个，你猜一个，你猜一个，谁写的？你觉得？许常德。哎呦，哎呦，这个厉害哈，哦，有厉害呢。好，那我们把另外的挑战者一起来玩的小朋友，好不好？这位小朋友呢，他是很会跳舞的小萌娃，掌声的欢迎亮亮杜亮宇，有请。亮亮啊，好可爱的名字。大家好，我来自屏东县新园乡的杜亮宇，我今年9岁。你好，9岁，什么乡啊？新园乡。新园乡啊，你会紧张哈？会吗？有一点哦。为什么叫亮亮？因为我妈妈希望我带给大家明亮光亮，看到我就会很开心，所以我叫亮亮。有，看到你真的开心。然后刚才志豪哥哥说你很会跳舞啊。对，你有学舞？有古典舞和街舞。古典舞和街舞，这2个还蛮不一样的。怎么结合？对。所谓的古典舞是什么样子的舞蹈？就是中国舞那。哦，就是那种国乐的那种声音的那种，对不对？哈。哦。那跟街舞就差很多呢。对。那你喜欢哪一个？我会比较喜欢街舞。喜欢街舞，看他的打扮就是。可是我们比较少看过古典舞。古典舞呢？对呀。还是可以让你挑一段，让我们认识一下。好。来，阿宝老师，请下音乐。哦。哇！哎呦！哇！超能 Q 的。哇！热情掌声鼓励！哎呦！哇，你真的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哎！哇塞，要先收工吗？好，不用，好。他那个下腰很厉害哦，能 Q 一个就下去了 ，Q 了。对呀，哈。你会下腰吗？我真的好羡慕那个灵活度的。不会，没关系。好厉害哈！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超级红人榜？因为我平时就有在表演，我阿公又喜欢看红人榜。阿公几岁？阿公不知道。阿公还好吗？阿公最近身体不太好。我希望他看到这一段表演，会开心早日康复。哇，好棒，一定会。阿公我来了。阿公我来了，好 OK， 好，他的笑容真的很棒。对，那你要唱什么歌？冷不公。哇，待会要唱又跳，对不对？对。OK，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他们。就是安尼，像拍死过这么简单的问题。呢，就是安尼，像放风吹，亲像鸟鸟自由飞。哦哦哦，青春短短，不免歹势，脚步有劲搁有体。哦哦哦，我穿在。
谢谢杜亮瑜。接下来曾佑嘉带来的歌曲是《无你的情批》。阿嬷，我爸爸要写情批给你哦。阿嬷不捌字，但是伊捌真多代志。伊讲闪电是天的锁匙，锁匙拍开有雨水。阿嬷不捌字，但是有一张情批写予伊。经过几十年不捌拆开，伊讲写字不如相信。我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相适合伊，无落半字就真了过去，不甘心付出为好闺蜜。我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相适合伊，山盟海誓也失去意义，情批拢无字，痴生变痴迷。我甲阿嬷问，阿嬷的情批是写啥物？伊讲真灵要来无勇气，才来用字骗情意。伊讲真灵要来无勇气，才来用字骗情意。谢谢阿嘎。好，马上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亮亮，老师好。你的舞蹈真的没话讲，真的好棒哦！这跳的太赞了。然后，你最赞的一点让我很喜欢的就是你在跳舞的时候呢，歌声都不会喘。我觉得你很棒，真的很棒。哇，今天真的很难评分。谢谢。我们接下来邀请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哇，今天两位小朋友都很精彩。佑嘉，刚看你一开始在那个桌子椅子那边写东西，这样我就觉得哇，你小小年纪就有这种演歌中剧的那个感觉，好像在演戏哦。然后你就很有那个戏剧天分。你第一句讲什么？阿嬷，我爸爸写情批给你哦。嘿啊，哦，那句话出来，哦，就感动的呢。哦，所以你整个气氛就带进来，然后唱的那首歌整个专音嘛就厉害，然后规个拢就有感情的，所以老师嘛是听个感觉就感动的，很棒。两位，谢谢老师。阿德老师要为我们做讲评。亮亮，老师好。我觉得你今天的舞蹈哦，其实可以再多一些。我觉得你的舞蹈实在是太厉害的武器了啊！我甚至觉得你这一站脸部宫里面有一段舞蹈哦，是可以特别设计高难度一点。你隔壁这个公仔哦，不会的，你在公仔没有办法动很多，就是对，所以这就是你很厉害的地方。那第二个是，我觉得你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
这个气质就是你不管在形容一首歌，然后在祝福阿公身体健康，我觉得你很容易传递一种气质很好的那种温柔感啊。这个东西跟你的舞蹈，就会很明显的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结合，这个很厉害。然后宥嘉老师好。我最近是不是有出新书？对。你有找我签名，对不对？对。你居然跟我讲说你不要，希望我不要签宥嘉，叫我签别的字。他后来叫我帮他写公仔，真的、以后我们就加公仔就好了，对不对？可不可以？好吧。好吧。妥协了。公仔。好，第二个事情是你今天唱这一首歌你是从一开始的第一个字阿妈唔捌的开始我就被你感动了。我发现如果我有一个孙把我曾经年轻的青春的时候的一场很重要的情书然后现在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然后唱给大家听，我会很感动呢，很厉害。马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2位小朋友的成绩，好不好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脸部公安美少女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来来。又会跳舞又会唱歌的亮亮杜亮宇的成绩，脸部公24.3分，哇，表现得很好。好，马上就来看看我们现在的擂台组阿嘎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阿嘎加油！阿嘎，热烈金推，这推先到前了，平手14.3分，哇！下礼拜要继续好，谢谢。洪七峰、蔡丰正宝座争夺不休，超强挑战者紧接而来。哇，天哪，太美了！你的哭腔很漂亮，然后在这里的哭腔又转得刚好，那个 power 又出来，太棒了！高手来袭，青春组宝座要大风吹啦！精彩内容就在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全台唯一台语歌唱比赛节目《超级红人榜》。本节目由安美诺美白修护霜冠名赞助播出。